我96年的时候开始做，做到97年快受不了，满屋子醋。其实现在也还是满屋子醋，多达50多种都用蔬果酿造。辣椒醋味道浓烈，加水稀释之后喝，立刻满腹温暖。另外像是女性调养用的4物、养生诉求的牛蒡，在张俊元手里也成了醋的主角。做了之后能不能喝，口感对不对，好不好喝，那个是很重要的。有些人酿醋着重醋的感觉要浓厚，张俊元注重保留蔬果清香，选材就很重要。应该用当地的农产品哈，它的产量比较少，可是最主要是在于它没有去喷洒农药。哦，所以你说我用本地的农产品，四线我们说哪用不能踢给农产品，对，尤其又就这意思。孔天，把蔬果加入曲菌，先发酵成酒。张俊元足足花了3年才抓到适当比例，发酵完成再加入醋酸菌，这时要克服空气杂菌污染、灭菌、封盖，然后控制温湿度，进入他所说的培香阶段。培香才是真功夫。醋像酒一样，需要时间，越陈越香。酿造者的心意也在其中。我们的器具、我们的菌种，像这个谁要给你指导？没有，所以我现在变成一个教育馆，从擂茶馆转型，慢慢做出兴趣。说着说着，张俊元拿出蔬果又切了起来。他说，酿醋的果肉可以做成果酱拌沙拉，客家人物尽其用，爱物惜物，而这些还串起农民和消费者的连结。我们做土芭乐醋，所以变成它小农种的土芭乐就可以卖得出去。除了小农，也跟舅舅的农场合作。张俊元梦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有农场，可以不断实验，以养生概念造福更多人。张俊元酿醋不只是酝酿健康的滋味，一起装进瓶子里的，还有他珍惜农民、珍惜乡土资源的心意。眼用本地嘅农產品，尤其有孔天。眼用本地嘅農產品，尤其有孔天。